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嚟到 Historical Travel Story。今日帶大家去到東京嘅伊興村。今日嘅主題叫做足立區伊興，跨越2000年的水脈，武士大道與淨土遷徙之旅。我哋會探討足立區伊興嘅歷史斷層，同從毛長村嘅水邊祭祀去到中世澳大道嘅武士防禦，再去到江戶時代專攻將軍嘅讚米，同埋大震災後嘅自丁遷徙。一片地方見證咗關東平原從水上門戶轉向咗城市靈魂避難所嘅奇蹟，亦都係深度旅遊讀者非常之中意同埋必經之地。好，伊興 Ikko 呢個地方係喺足立區北端嘅住宅區，喺尋常嘅街道之中隱藏住極其深厚嘅歷史深度。佢並唔係歷史嘅觀察者，而係觀察關東平原2000年演變嘅關鍵節點。呢一片土地喺成文海進退潮之後，曾經係掌握咗毛長村水運嘅開戶，隨後喺中世紀轉變成為守衛澳大道嘅武家據點，最終喺江戶時代嘅農業繁興同埋大正時代嘅災後重建之中，成為東京獨一無二嘅靈魂避難所。透過城市考驗嘅角度，我哋能夠睇到伊興點樣從一片水域交錯嘅祭祀場疊加成為容納都市記憶嘅空間奏摺。呢一場係關於功能置換嘅步行之旅，亦都係東京邊陲點樣喺2000年間不斷重建秩序。第一個故事，水上的巫術與貿易，毛長村流域的古墓祭祀空間。喺古墓時代，伊興嘅地理景觀係由自然堤防同埋低濕地交織而成嘅戰略節點。當時嘅毛長村遠比現時寬闊，係一條連結內陸同埋海洋嘅水上高速公路。伊興憑借住佢嘅微高地嘅地利，成為大和王權擴張過程嘅邊境門戶同埋物質中轉地，更加係武藏國足立郡嘅早期行政同埋祭祀中心。長期以嚟，學術界曾經偏見咁認為東京低地喺古代係文化荒地，但係伊興遺跡嘅出土文物徹底顛覆咗呢個觀點。呢度發現咗嚟自西日本嘅須穢器同埋紙瓷構玉，證明咗呢一笪地方同京內中央政權存在住密切嘅政治連結。喺毛長村岸邊，以巫女 Miko 為核心嘅祭祀群體定期舉行盛大嘅儀式，將貿易管治同埋政治宣傳隱含緊咁扣連咗喺神聖嘅律動之中。我哋睇到有3種嘅物件。第一，舟形木製器係縮細版嘅精緻船隻模型，底座係有插窿，用喺固定喺水邊，祈求航行同埋貿易嘅平安。第二，紙瓷構玉，工藝極其複雜，象徵住豐產同埋大和王權嘅權力滲透。第三，墨書土器，帶有急急如律令嘅字樣，反映咗早期道教文化同埋官僚行政對邊境嘅介入。在毛長村那寬闊且不穩定的岸邊，巫女帶着眾人對着湍急的水流其祈禱。那些底座附有插孔的村形木製器被整齊地釘在水際，不僅是為了航行平安，更是地方有力者透過中央配給的祭祀物資，在每一次潮汐起落中確立其統治的合法性。我哋建議你走入去伊興遺跡公園，喺復原嘅樹穴式嘅住居之間，特別留意地形之中低洼處，嗰度係古代毛長村流經嘅真實痕跡。
隨住河流淤塞同埋陸路崛起，伊興嘅歷史節奏亦都隨之而從水運時代步入咗陸權時代。第二個故事，澳大道的守護者，伊興宇氏與武家社會的交通防禦。進入咗中世鐮倉時代，關東嘅地緣政治重心轉向咗陸路交通。橫貫平原嘅澳大道成為幕府同埋東西文東北地區嘅生命線。伊興因為佢嘅地理位置成為咗呢條軍事幹線上重要嘅警備點，負責守衛呢一條元賴朝當年嘅海船之路。根據吳妻鏡記載，建長8年，即係1256年，幕府命令地方武士伊古宇右次郎負責澳大道嘅警備同埋維護。伊古宇次以地名為氏，顯示咗同佢土地嘅深厚連結。之後轉移由北條氏家臣千葉氏統治。而家伊興街道之中嗰啲名為狹窄道嘅彎曲小徑，並唔係現代都市計劃嘅失誤，而係中世澳大道嘅殘影。呢啲瀝青路底下嘅谷曲線，係當年武士防禦姿態嘅物理記錄，係守護大道嘅幽靈步履。第三個故事，專攻將軍的讚美，寬永治領與谷下耕地的精密勞動。江戶時代，伊興嘅命運同德興家培提治、寬永治緊密相連。天和元年，即係1681年，伊興成為寬永治領，即係治領，並且同幕府直轄領，即係天領並存。由於土地肥沃，伊興生產嘅稻米喺明治5年，即係1872年嘅統計之中，榮登東京府產額第一。喺名為谷下嘅沖積地帶，村民透過咗近乎宗教式嘅精密勞動，生產專為將軍家或者係高級發要嘅稻米。呢個過程稱之為讚米。我哋睇睇兩點。第一，逐粒篩選，村民會用特製嘅竹篩逐粒剔除破損或者係色澤不一嘅稻米，確保純正無瑕。第二，權威封袋，佢裝入咗貼有寬永治封條嘅特製草袋。呢一種高度組織化嘅勞動，賦予咗村民喺寬永治權威庇護之下嘅共同意識。今日我哋仍然能夠喺青掃工廠周邊嘅谷下地名之中，我哋揾到呢一片神聖耕地嘅歷史殘影。第四個故事，五屈的水利契約，見朝代用水下的社會秩序。農業嘅繁榮依賴住水嘅分配。享年13年，即係1728年，見朝代用水嘅開掘，徹底改造咗關東地區。喺伊興嘅赤陽橋附近，水流被精密咁分為5條支渠。第一，寶木澗屈，寶木澗一帶維護水門，確保下流流動穩定。竹塚屈，竹之塚同伊興周邊直接灌溉核心稻作區。第三，千住屈，千住同埋中央部負責多村落之間嘅遠程同埋利益協調。第四，西新井屈，西新井一帶支撐住當地密集嘅農業定居點。第五，本木屈，本木一帶末端管理，時時需要應對水量不足嘅挑戰。喺番水嘅制度之下，每一個村民必須輪流監察分水櫃。呢一種基於稀缺資源嘅契約精神，形成咗日本農業社會嘅自治秩序。我哋漫步喺建沼代親水公園，你所踏嘅路徑，正正係當年江戶水嘅門，江戶嘅水之動脈。呢一套水利系統將伊興打造成良田，而1923年嘅災難
就將呢一度轉化成神聖嘅最終態。第5個故事，靈魂的集體遷徙。大震災後的伊興治町。1923年關東大地震之後，為咗都市防災，東京啟動咗帝都復興計劃。淺草同埋下谷一帶14座嘅寺院，例如發壽寺、東嶽寺等等，遷去地盤較穩定嘅伊興，將呢一度轉變成為竹立嘅京都。呢一次嘅清洗唔單單係建築嘅移動，而且亦都係江戶庶民文化嘅集體移居。我哋睇睇3個字。第一，發壽寺遷入咗德川綱吉生母桂昌園嘅弘大墓所，亦都有道丹燈籠怪談碑嘅稱號。第二，東嶽寺，浮世繪大師歌川廣重嘅安息之地。第三，奕行院，又稱為座鹿寺，供奉住歌舞伎傳奇花川戶座鹿，亦都係落語名家三遊亭元樂嘅實家。神聖空間嘅重疊，使到伊興四丁目嘅寺院群保留咗伊興冇被工業吞噬。我哋睇睇有啲乜嘢歷史遺珠。位於伊興村神社境內嘅富士熔岩係絕對唔能夠錯過嘅景點。呢一座神社係竹立區最古老嘅冰川社，曾經係伊古御士嘅信仰核心。境內堆疊住富士熔岩，喺江戶時代庶民對靈山搖拜嘅物質證明，展現咗喺都市邊陲紮根嘅神聖渴望。總結，理解伊興唔單單將佢睇為一個通勤社區，而且亦都係2000年來功能置換嘅產物。從水上嘅祭祀場到陸上嘅軍事門戶，再去到服務於神權嘅精緻農村，最後成為容納城市靈魂嘅淨土。呢一種空間就接，讓我哋喺現代化嘅浪潮之中，而依然能夠從地名同埋彎曲小徑之中辨認出生命嘅尊嚴。我哋係唔係總係喺城市嘅邊陲先至能夠睇到人類重建神聖秩序嘅努力呢？而喺工業化嘅洪流面前，我哋又應該以邊一種代價去守護呢一啲層層堆疊嘅靈魂避難所呢？如果你嚮往探討地圖上唔同嘅地方嘅深層歷史，歡迎你繼續訂閱我哋嘅 Historical Travel Story。多謝大家。